嘿，流口水到，蒙面超人係好多人嘅童年，甚至有部分人仍然好鍾意蒙面超人。但係當我大個再睇，經常會聽到你都咁大個，仲睇蒙面超人咁幼稚㗎。呢一刻令我開始思考這個現象。跟住落嚟，我想分享一啲可能導致蒙面超人被標籤為幼稚嘅原因。動作、變身動作、登場動作同埋打敗敵人之後擺出嘅姿勢，都係蒙面超人嘅重要元素。雖然對蒙面超人迷嚟講好型，但對於有啲人嚟講，呢啲動作好不切實際，造成幼稚嘅負面形象。但係我覺得，只要呢啲動作係變身同發動招式嘅必要條件，就不至於幼稚。文化，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文化，甚至唔同人有唔同嘅價值觀同埋思想。明明細個嗰陣好鍾意蒙面超人，但不知不覺就對蒙面超人嘅熱情慢慢減少，或者係我哋嘅生活環境導致價值觀同埋思想嘅轉變。但我覺得值得關注嘅係，即使我哋唔會再注視蒙面超人，都唔好忘記佢帶俾我哋嘅精彩童年。市場，無疑蒙面超人系列嘅主要目標受眾係兒童同埋青少年，所以劇情一定要符合佢哋嘅口味。啱啱提到嘅變身動作、登場動作同埋打敗敵人之後擺出嘅姿勢，都係吸引佢哋嘅要素。另外，玩具都係，無論係腰帶定係其他，除咗令東映可以賺取利潤之外，同時令蒙面超人更接近我哋，更加親密。印象，先前提到嘅動作、個人文化同埋目標受眾，種種因素都令人產生先入為主嘅想法，認為呢啲係兒童向嘅作品。但事實上，呢個系列曾經推出過以恐怖同黑暗為主嘅蒙面超人，例如真蒙面超人序章同埋蒙面超人亞馬遜 S 等等，完全係成人向嘅作品。平衡，無論幼稚定係成熟，都冇一個確實嘅標準。然而，每個人會以自己心目中嘅標準嚟衡量蒙面超人，而蒙面超人就係同時吸引兒童同成人嘅作品，因此要符合兩方嘅口味，刻意喺中間取得平衡。但好無奈，每個人嘅個人文化都唔同，或者有啲人仲係覺得蒙面超人更偏向於幼稚。總之，蒙面超人幼稚與否，最後都係取決於文化影響。蒙面超人係我哋童年回憶嘅一部分，當大個咗之後應該係致敬，而唔係排斥。或者仍然有人大個之後會繼續睇蒙面超人，但作為大人，只要無害，我哋係應當尊重不同文化。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大家鍾意今日嘅話題，歡迎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，請繼續支持我流口水啦。問題：你最鍾意邊個蒙面超人？